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5月23公视第2台 AM 新闻，我是苏眉。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。今日国内增加287个本土，各有6例死亡，是自疫情爆发到今上济死亡个案的一天。新北确诊又过超过100例，校友义讲有做好严重警戒准备。另外，双北卖食食的店头全部拢禁止伫现场食物件。今日天气小热，上高温出现伫咧南投39度6，明仔载有锋面瓦金，北部会开始落阵雨。新闻头起先，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。今日国内增加287例本土，各有6例死亡，是自疫情爆发到今上济死亡个案的一天。另外，因为采检通报牵着时间，即马阁报回来校正回归个案，今日报170例。目前本土病例上介济一天，也是5月17，修正到441例。国内本土确诊病例阁超过100例，指挥中心宣布，23新增加287例，其中138例是男性，149例是女性。发病日期是伫5月76至5月22。这个确诊个案分布伫咧全台湾16个县市，其中是以双北市上济。也若校正回归的个案，嘛有170例。发病日期是伫4月25至5月22。校正回归内底，以台北市88例上济，过来是新北市73例。也若确诊的个案内底，同前的患者嘛有增加。昨天为止3860几个个案里面，那严重肺炎的是确实还是在增加，然后呢，所以有6.2%的病人是属于严重肺炎，那另外有2.6%是接近呼吸衰竭或已经呼吸衰竭的程度，那其中66例是正在使用呼吸器当中。另外嘛，新增加6个死亡的个案，创下高1日的新高，是5个男性甲1个女性，年岁伫50多岁至80多岁，死亡的日期是5月20至21。内底除了暗号字数83以外，其他的5个人拢有慢性病病史。一位病他的在意料上面的回答是说，不是他的儿子只回答说没有慢性病，那这部分也要需要去查证哦。即马本土病例大增加，指挥中心嘛统计，到目前为止，国内累计有480例，有16%确诊的个案关联不明。也若这个关联不明的确诊者是安怎去画到的，嘛引起外界讨论。10几号可能就有这个个案了哈。那当然，这个像类似这样的个案，它有可能一开始是由这个境外入，那它的这个感染源是不明的了哦。那在这个部分，到底它是如何感染？或那目前大概是说，有关的可能是华航机师的这个部分，还有这个就是在万华的这个部分的活动地区，那这个大概都是可能的一个感染源的部分啦。但市长表示，并不是讲一定都甲华航有关联，因为是关联不明，就一定要查好清楚，才会当公布什么人甲什么人有关联。也若全国3级防疫警戒，按算观察到5月28，速度来讲会延长。但市长强调讲，什么时阵防疫警戒会降级，就要看疫情控制的情形。包括体检的阳性率、确诊个案的人数，抑佫出现病例地点等等的变化，拢是参考的因素。这个礼拜是真重要的观察期。目前全国要持续第3级的防疫警戒，会根据疫情的变化，随时做检讨甲调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因为国内疫情当严重，拄考了各种会考改考卷的场所，防疫措施嘛佫较严格，所以分数就会较慢出来，成绩单延后到一礼拜6月11才会寄出来。因为这个调整嘛影响到高中甲大专的招生，所以今仔日嘛宣布讲招生的时间表延后1礼拜。配合会考的成绩单会较慢起，高中免考试入学停止报名日子延后到7月初6、7月13公布成绩，7月15报到。也若是特色招生考试，嘛调整做6月23到25报名，6月27考试，也佫有其他的相关考试，因所调整过时间表，咱有需要的观众朋友嘛，拢会当伫网络顶查到。新北市确诊的数量今仔日也是超过100例，所以市长侯友宜昨就宣布讲，伫咧邦桥甲中和成立防疫中心，今仔日佫宣布要加2位，伫咧3重补甲新增。另外，原本3级的警戒是要实施到5月28日，但已经剩无1礼拜啊，照即摆情形敢有法度解除咧？侯友宜就表示讲，已经做好严重警戒准备。
新北市本土确诊病例数继续出现3位数，连校正回归，23有215例。宜兰市邦桥上多，中和第2。而新北市府在邦桥甲中和成立列区防疫中心了后，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，二市搁再新增加2个列区防疫中心，分别是在沙丁堡区，也搁有新增区。在这2个区执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也分析出来，未来还有2个热区，我们准备在明天5月24号上午来实施。这2个地区就是三重跟新庄。因为校正回归，新北市确诊个案大量增加，后生机制和医疗量能是真受到考验。日日大增384例，新北市府24小时内运送328人到病院，也是集中检疫所，也有56人正伫安排要接送。我看是新北市28台防疫巴士，也有10台防疫小巴，也有32台救护车。另外有核定专职病床264床，第一阶段征用388床，第二阶段征用391床。即阵新北市总共有1043床，用专职来收治新冠肺炎的病人。而3级的警戒原定到28，是不是搁再延长？校友认为是无乐观的条件。疫情看起来到现在为止，并没有乐观的条件，所以我们整个都要滚动式来做一个检讨，我们要做好随时都有延长的准备。辖区内底有百货商场，自主来停业3天，校友期乐观其成，也请大家共同来体谅，渡过这难关。对着医护者第一线人员，若是因为照顾而为着，校友期也提出专案补助，每人10万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那新北市长感觉讲，要照时间解除3级的警戒，无太乐观。台北市长郭文典嘛表示，将台北市的快筛阳性率升到8.5%，显示疫情无较稳定的办势。所以对明仔载开始，台北所有的餐厅、凉水档拢禁止人客伫现场食物件。另外，卖伫20间急救的专职病医设快筛站。就台北市可以做快筛的地方有哪些？这样一次就这样。我跟你讲哦。我们现在要强迫上阵了。最近本土疫情急速上升，台北市检查量能大大增加。23台北市内部会议决定要扩大快速检查量能，会在马街、北医、万丰这20间急救专职病院新增加快速检查站。疫情指挥中心23公布，台北市新增加本土数77例，加上校正回归88例，台北市一日还再大增165例。列区议员集中在网甲38例。郭文典指出，日日台北快速检查阳性率上升到8.5%，显示疫情并无确立。台北市府搁再推出新的做法，2时开始所有饮食店、饮料店全面禁止内底食。我们台北市所有的饮食店、饮料店哦，不管你是餐厅啦、夜市啦、百货公司地下街啦、美食街啦甚至是这种小餐厅、这种早餐店等等，你知道吗？一律全面禁止内用，只能外带跟外送。因为事实上在临床上，你知道脱下口罩吃东西的时候，甚至讲话，这是特别是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，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感染途径，你知道吗？除了新增加校正回归，郭文典搁再提出议律，认为对发病到检查日中愈悠长，恐惊出现破空，呼吁中央赶紧公布算法。这个校正回归我也是昨天才第一次听到，你知道，不然就请中央公布嘛，你们校正回归到底是怎么计算的？我也开眼界啊！要做快速决定的时候，应该改用快筛来做决策。因为检查量加确诊数大大增加，台北市呼吁采用快速检查阳性者做通报依据。而疫情指挥中心也表示，台北市即阵有50位确诊者，无到联络无接电话，中央会启动警政系统来查。即阵疫情3级的警戒到28，下礼拜5了后是不是有机会解除？郭文典讲无啥乐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AM 新闻为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各县市本土病例数量。今日新增加的本土病例有287例，也佫有校正报回来170个病例。这个病例加起来，台北占77例，新北142例，桃园23例，南投、屏东8例，宜兰6例，彰化、台中、嘉南有5例，台南2例，花莲、云林、新竹县市甲嘉义县市拢是1例。目前台湾计共有4322例，其中本土病例占3158例。咱全台湾的病例数看煞来看中部的情形。南投新增加的病例当中，有5个人伫咧8大行业上班，接触者是真歹追踪。卫生局就呼吁讲，捌去遐消费的民众，若是身体无爽快，就要主动通报。
台中市的新个案有3个人是大学生唱歌团有关联，也若是彰化县，即马是查出一个确诊者，已经连暗砍行踪已经依法开发。南投县环保局的人员沿路喷消毒水。23南投县一困头增加8个确诊的个案，其中5个人是伫草屯东方红西上会馆上班的女性，目前已经有9个接触者当地做隔离。那这5个确诊个案都是昨天指挥中心公布外县市确诊的，分别是案号3157跟3445哈。这5位个案是遭这2位外县市确诊的个案，从台北市万华区到我们本县的东方红时尚会馆工作，密集接触后确诊感染的个案。南投县卫生局表示，这5个小姐因为去接触到另外2个为网家来遮上班的确诊者怎画着？因为东方红时尚会馆是属于8大行业，要追踪接触者是真困难。呼吁5月7、8至15有去遐消费的民众，人若无爽快出现症状，就要随通报卫生单位。因若台中市礼拜新增加5个本土病例个案，其中朝阳科大去卡拉 OK 唱歌的团报连相关的有3个人。因若中央嘛新增加台中校正回归的5个个案，不过台中市府对这个数字也有疑虑，会搁甲中央进一步了解。昨天的400多个例里面呢，本市是没有校正回归的哈，所以之前我们公布的数字哈都是这个正确的。那不过今天的这新5个案例呢，我们在会后会再跟中央再 check 过这个数字。另外，彰化县新增加11个确诊的个案，不过甲中央公告的人数无同款。彰化县卫生局强调讲，是统计甲公告的方式无同款，总人数拢是同款。也若新增加确诊的个案内底，有10个人甲未水果的迄个团报链是有关系。那这11个病例主要有10案还是来自我们水果贩卖商，所以各位看到水果贩卖商这个传染链已经累积到72例了这是相当庞大的一个传染链。那另外有例，刚才县长特别提到是一个46岁的陆籍的一个女性。彰化县卫生局嘛查出未水果的迄个传播链内底，其中一个确诊者之前有去园林的登山步道，也搁含山友做伙泡茶开讲，煞超工暗砍行踪，会以传染病防治法来甲裁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南部今仔日加强增加12例，原本无人确诊的嘉义县市拢出现1例。嘉义市的这个甲今仔日台南的其中一个个案，拢是甲确诊者做伙做工课才会去画到。另外，屏东市一声都增加8例，拢是亲友之间互相相话。嘉义县23出现头一个确诊个案，工作人员赶紧在确诊者徛掠所在来进行消毒。这名确诊者长期伫台中工作，拜6则来回嘉义，有关怪徛掠甲感染的方式也伫调查中。这个个案在21岁高铁登记厝的第2例检查确诊。发出这个确诊案件以后那我们就有请他的父母亲去做喉头采检。那手性采检出来，那父母亲都是属于阴性。林南嘉义县嘉义市相关出现一个确诊个案，是台南进前一个确诊者伫工作上的接触者。他是台南市案3615的直肠接触者。台南2例公布的确诊者案例3615，除了嘉义市的个案，台南23新增加的2个案例，其中案例4018也是伊在工作上的接触者，3个人相关是强庙工作人员，而且强庙进前把有绑架朋友来催因，判断可能因素里为着。案4018是本市的个案，50多岁男性，没有症状。为3615，就是昨天公布的职场接触者。案4221也是本市个案，60多岁男性，为案4018的接触者。另外，屏东一例增加8例，其中有1家4个人拢画到。你个案3457、3458这对同居的男女朋友拢有绑架旅游史，并且分别去喂互2个朋友。关系图呢很清楚，就是群聚，那家族之间家庭的聚会，甚至呢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打牌或是呢这种关系的接触呢，都造成这样的一个感染源。李高勇23是零确诊，和外界质疑是不是因为无写快速检查站，也无普遍检查，才零确诊。对此，市长陈其迈也再说明普遍来检查的2个条件。有高风险族群的群聚感染，或者是当社区有流行的时候，那这2个条件
不是这个或者是这个，那这2种状况就要进行普筛。由南部新增加12例，因讲拢是伫工作上也是亲戚朋友的互相相互传染。关市政府除了到确诊者的脚抓所在消毒以外，也搁再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出外，同时人甲人中间也要保持社交距离，吹烟挂好，以免真侪防疫破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转来关心国内消息，热浪高啊，天气干来哪来哪热。今日气象局中昼就对全台湾16个县市发高温警示，上热的所在是伫咧南投有39度热。不过明仔载有风面瓦紧，北部就会开始落阵雨。所以在明天呢，可能就是北台湾这边比较偏北部地区、东北部地区，随着锋面接近呢，比较开始会出现一些阵雨跟雷雨的现象哦。慢慢的从下午之后开始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，不是一整天都下大雨，但其实天气会比较变得不稳定的。那比较可能出现较大雨势的区域呢，是基隆北海岸和各地的山区。气象局表示，拜二、拜三受到风面的影响，北部甲东半部的水汽会较高，会有低渐雨。花莲、台东甲中南部嘛会有低渐的雷公雨。拜四、拜五风面离开了后，雨就会较小，转做炎热的天气。基隆甲双北活动的范围是真接近，常常有人咧往回。今日基隆增加的5个本土病例当中，有3个5月的时阵就捌去过台北，其中有一个72岁老先生，捌坐国光客运去台北搬车去放假，所以今日下晡有确诊者行过的车头拢当咧消毒。23下晡，国光客运归人站展开大消毒。归人市府公布6个人上新疫情调查的卡抓，即72岁男性在5月底有6天到放假社会的情形，而且在国光客运113到台北。而成功市场是出现第2位排打的人确诊，市政府对着大头的位置扩大来列出采检。现在会先针对摊位的一个位置以及他的社会关系密切者，先行匡列。那尽快来进行安排这个采检。李公布新增加的归人确诊者内底有3例卡抓，近2礼拜拢不来台北，在台中运输工具。搁在市场红仔埔5月70中昼到西门町的乡板楼食饭，案例3687是72岁男性，有6天放假消费的卡抓。在国光客运113来回归人到台北，案例3688是新北的上班族，紧接在代替区间车来回归人到南树林。案例3686是一名高三学生，伫全家8道车站店工作。目前基隆市只有1例。那此外，在确诊者中，我们有1例是孕妇，那现在正在医院里面来接受整合型的一个照顾的 PCR 的检测。虽然最近这一阵子比较多一点，不过都在这一个负荷的这个能量里面。所以，我们基隆市呢没有塞车的问题哦。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，归人市23新增加5例本土案例。林佑昌表示，归人市即阵只有1例动静，现有4个检查站，下礼拜启用第5个检查站，也强调即阵检查的量能有够，无需要再新增加社区的快速检查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疫情进入3级的警戒，不少所在为着防疫，拢甲5、6场所关起来。亲像嘉义市，正就把较侪人会去纳凉开工的亮灯封起来。即阵公园的游戏场、运动设施、球场嘛拢禁止使用，也阁有派防疫的传统市场，嘛规定人客袂使伫咧店内食物件。囡仔原本会当耍的设施，即站拢封起来。虽然消毒的工作拢有咧做，但是避免群聚的风险，嘉义市政府组一期封了29个游戏场、64座体育设施、甲55座凉亭。儿童游戏场因为很容易就达到10人以上的群聚，那我们就是游戏场、凉亭、体健设施，还有相关在公园里面的一些运动场，我们也都会全面的封闭。除了公园的设施封起来，嘉义市各传统市场有一寡袂食的档仔，即摆嘛拢开始袂当伫现场食，只会当外卖。档仔就表示生意大受影响。掉差不多70%，人家都不敢出来了，都在外面带了就走了呢。所有那个传统市场，就公有营和市场，就是禁止内用，全部改成外带。那我们也非常感谢那个就是各市场的摊商都能够全力配合，在隔日22号就全部都把椅子收好，桌子收好。传统市场全面改炸造了后，民众甲档仔拢会当来配合，别甲水淹救落来，嘛互民众甲市场内底的人较安心。市场管理科表示，即阵仔是控制疫情重要的关键时期，请大家互相配合甲理解，互疫情早日转好。
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咱台湾人为着防疫，自动减少出门，真正是值得学乐。亲像今日是礼拜，英国高雄人叉的景点甲百货公司，今日街仔路是拢无啥人。不过嘛是因为安尼，所影响到一寡行业的收入，亲像客停车司机甲打的生意，就拢加真歹。高雄轻铁伫上出名的北里特区驶来驶去，车顶煞拢无人。平时一天万外人，拜六规工才载648人。街路顶嘛看无游客，干那看到几个运动骑脚踏车的民众。高雄防疫升级了后，第一个休困日，人潮拢无去。来到西雅湾嘛同款，看无外地游客甲移工。已经5个小时了，没有带到一个客人。昨天也是。我一趟都没带，我就回去了。我想赚一个便当钱呢，也赚不到。排班的客停车司机载无人客，附近的商圈有开店的生意6-7成，有的店规期停业到200。毋若景点冷清清，北高雄原本上闹热的这间百货公司，因为内底一位专柜小姐确诊，百货公司宣布停业3天消毒，附近嘛无人踅街。另外，高雄市早就宣布，600外座公园的游乐设施佮亭仔拢爱封起来，避免群聚。连运动店的垃圾嘛用绳啊绑起来，袂当使用。今天看才知道，因为我原本想说，我放假的时候想要戴口罩来这边运动一下，因为结果现在变成说也都不能过啊。真的没人，路上啊，还有车子啊，真的都非常的少，差很多。虽然无人卖土豆的，嘛是准备要摆摊。伊讲即马做生意趁3顿尔。高雄街路车少人愈少，民众配合防疫，减少出门，大家拢希望会当渡过难关。记者陈家文为做高雄报道。明仔载有风面瓦紧，北部会开始落阵雨。拜二、拜三受到风面的影响，北部甲东半部的水汽会较高，会有低渐雨。明仔载天气是安怎？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。北部地区26度到35度，中部地区26度到36度，南部地区26度到35度，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。外岛地区22度到33度。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。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，我是苏比，晚安，再会。